便秘咧，通常係指咧排便次數減少，嗰減少嘅次數咧，往往係每週少過3次。糞便咧變質比較乾硬，好難屙得出嚟。咁慢性便秘咧，通常係指咧6個月持續6個月或以上嘅便秘。喺中國人嚟講咧，個發病率大概係4%到10%之間。咁佢嘅引起嗰個對機體嘅損害咧，往往係誘發或加重痔瘡、脱肛，增加結腸癌嘅風險。對老年人嚟講咧，就容易誘發心腦血管嘅疾病。慢性便秘咧，主要分咗2個類型，一個係原發性便秘，一個係繼發性便秘。原發性便秘咧，通常包括功能性便秘、便秘型腸易激綜合徵等。咁繼發性便秘咧，主要包括氣質性便秘同埋藥物性便秘。氣質性便秘咧，我哋通常可以睇到嘅有結直腸嘅佔位性病變、痔瘡、肛裂、脊髓嘅損傷、中風、糖尿病同埋甲狀腺機能低下等等。藥物性嘅便秘咧，我哋好多時見到係抗抑鬱藥引起嘅便秘。便秘嘅中醫病因病機主要有飲食不節、思慮過度、勞亂過度、先天嘅稟賦不足、年老體虛或者病後產後，導致臟腑嘅功能失調、大腸嘅通降不利、傳導失司，便秘就會產生啦。中醫對慢性便秘嘅治療咧，主要採取分型症治嘅方法。分型症治咧，主要分成實症便秘同埋虛症便秘2大類。實症便秘咧，常包括熱積型便秘、寒積型便秘、氣滯型便秘。咁虛症型便秘咧，就分為氣虛型便秘、血虛型便秘、陰虛型便秘同埋陽虛型便秘4大類。咁臨床上咧，亦比較常見有虛實夾雜型便秘。咁治療呢啲便秘咧，中醫常採用咧中藥嘅湯劑、顆粒劑同埋中成藥嚟服用。咁有啲患者咧，亦需要配合針灸嘅治療。咁重視整體調治係中醫治療嘅傳統嘅優勢同埋特色。我哋介紹2款食療。第一款係針對胃腸積液型便秘嘅紅白蘿蔔薯仔湯。咁呢個湯咧煮好以後咧，就具有清熱通便同健脾胃嘅效果。第二種嘅食療係針對陰虛腸燥便秘嘅蜂蜜芝麻糊。咁黑芝麻具有潤腸通便嘅作用，蜂蜜具有益氣同埋潤燥嘅功效。有關舒緩便秘嘅穴位咧，我哋介紹2個。第一個係足三里，咁呢個穴位咧具有健脾和胃、保健養生嘅功效。另一個穴位咧就係支溝穴，咁呢個穴位咧具有疏通三焦經脈同埋理氣、潤腸通腑嘅作用。按呢個穴位咧，每日可以揉按2到3次，每次1到2分鐘。喺預防調護方面，第一點係注意調整飲食結構，增加纖維素和水分嘅攝入，應定時定量進餐，勿過食辛辣口味嘅食品，建立良好嘅排便習慣，每日主動排便，控制排便時間。第3個方面咧，要適當加強身體嘅鍛煉，特別係腹肌嘅鍛煉。老年人嘅鍛煉方式以輕量、適度為宜。第4個方面咧，要保證休息睡眠，保持心情嘅舒暢，避免不良嘅情緒刺激。